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还是看房企的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叫家园创盛，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被强制执行6.8亿，执行法院为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该公司现存3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120亿元。同样的这个叫新力地产恢复执行2亿元，也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12月19日，新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2亿余元，执行法院为福建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新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40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88亿。爱企查 APP 显示12月19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3.5亿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549亿元。这个最难的恐怕就是碧桂园了。我们看看这个碧桂园有多难。12月19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86亿元，好不了了。这个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这个碧桂园被人强制执行8.8亿还没完呢。又来一个坏消息，这个是澎湃新闻报道说碧桂园旗下兰州春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55亿元总价竞得编号为 G2421 号的居住用地。那很多人就说了，那碧桂园说明好了吗？碧桂园活过来了，缓过来了，他居然开始买地了，这不就说明碧桂园好了吗？哪知碧桂园是有苦没地方说这个碧桂园向媒体表示本次拿地非碧桂园主动摘地，为项目公司与当地政府在兰州项目土地开牌的熟化成本以及市政配套建设一些建设成本，经过洽谈，政府通过以抵债方式支付相关款项，针对该地块该司计划进行转让，所获资金将用于全力落实交房。你说说多惨，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说通俗一点就是碧桂园跟兰州政府有一笔债，就兰州政府应该给碧桂园付款，但是政府没钱，拿地抵以地抵债。碧桂园说我拿地有什么用？我要钱。然后碧桂园说了，那我只能把这地卖出，拿钱去保交楼。大家还记得很多专家出主意让地方政府把开发商不开发的土地给它收回来，这样缓解开发商的压力。你看这主意多好，多美妙。现在开发商不就是资金流动困难吗？有的手上有地没钱开发，有的是房子盖了卖不掉。你看这个专家就是开发商之所急，既然你的地没钱开发，那让政府把它收回去，把钱给开发商，开发商不就有钱了吗？既然你的房子卖不掉，那政府把你房子买了，钱给开发商，开发商不就有钱了吗？不就不暴雷？所以咱们一直说这专家都是想当然，反人性的。你看看兰州政府，人家明明欠人的钱，应该给人家钱才对结果他拿地给人家，只反向操作那你说化债资金化债，政府欠碧桂园现在就是缺钱，人家保交楼那保交楼那个楼都是韭菜的钱买的房子盖不起来，应该按照专家的建议对吧？你应该把开发商手上不开发的房子，没钱开发的房子，把它地给它收回来。结果你看地方政府不仅不收，反而还把地拿来抵债，抵给你开发商。这就是中国专家的水平，本质上是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政府，死读书读死书。如果地方政府都把地抵押给或者抵债抵给开发商，那你哪个开发商不暴雷人家要钱，你给人家地，说来说去是地方政府没钱，所以你要给地方政府一笔钱，地方政府不会去收房子，也不会收地，他只会去发工资。刚才说了融创这个最近融创孙老板把万达的王老板告了，为了95亿回购。当年两个人互相吹捧互相捧，人捧人对吧？现在也顾不上了，拔刀相向。天眼查 APP 显示说近日赤峰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晋江万达广场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原股东大连万达商业集团退出，新增昆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这个天津昆华它的实际出资人就是新华保险，也就是说这个险资从王老板手上买了不少万达广场，挑肥拣瘦的。那王老板为什么狂卖甩卖这个万达广场？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企业
跟他要钱呢，债主在告他，给他都是最后通牒，对吧？你如果再不把这个钱给付了，那我就只能告你了。这个王老板只能加快卖万达广场的速度。从这些知名房企的遭遇，大家就知道现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业是什么个现状。因为这些是主要的供应端，就这么就他们依然就走向悬崖，迈向这个那昨天节目也说了，万科现在监管部门要求摸排这个万科到底这个险资的风险敞口有多大。万科的大的债主恐怕都是险资，这要是爆了，恐怕要牵连好几家保险公司所以监管部门未雨绸缪先摸排，看看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缺口有多大。这2天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多地取消公摊，咱们这2天节目也聊了这个都是噱头都是自媒体中介为了卖房子在那儿曲解。作为韭菜来说很简单，对吧？你就看你算算，你这套房买便宜了还是买贵了？便宜了你就占便宜，如果价格一样，那他纯粹就是换个说法忽悠你高兴。结果很多网友就较真了开始打电话就问，说我这个房子以前买的，那是不是买贵了？还有的网友说那我这个物业费怎么交，对吧？你不是取消公摊了吗？暖气费怎么交？有的就说了，那我这个房子卖，那契税应该怎么交一下乱套了。所以各个地方政府也开始出来回应说明情况。你说为了卖个房子就这么乱整，想一出是一出。澎湃新闻报道，由于购房后公摊面积不透明以及实际使用面积的模糊性，说近日多地官宣商品房将实行按套内面积价销售后取消公摊，再度成为热搜关键词。与此同时，对购房成本和运房成本影响也再度被讨论。有购房者疑惑，之前买的是不是多交钱了？物业费、采暖费怎么收？澎湃新闻为此采访了多地住建部门，各地住建部门人士表示，该政策用意并非取消公摊，而是计价方式和宣传口径变化。你看看政府说实话了，招架不住了，宣传口径发生变化。宣传口径你换个理解方式，就是忽悠口径发生变化，换个方式忽悠韭菜，就这么简单。说此举意在让购房者在购买房屋时能够更清晰的了解所购居住空间的实际大小。那这个房本有建筑面积、实用面积，你还能测量呢？房本本来就标明载明，对吧？房产证上就载明实际实用面积有助于购房者分辨商品房的性价比。对于物业费、采暖费、税费等用房成本讨论，仍需配套政策支持。多地住建部门回应，取消公摊并非不计公摊。你看看羊毛还出在羊身上，这怎么这好多这个韭菜就确实配得上他的这个认知老想着占便宜，他只是换个说法而已。那公摊一定是你付钱，你跑都跑不了，你不付钱谁付钱？连公摊上的物业费都得你付，这玩意总得有人买单，对吧？你不买他不买，难道政府买单？物业费难道开发商买单？怎么可能呢？他只是换个算法而已，1毛钱都少不了你。当然这个也凸显地方政府黔驴技穷，因为很多地方政府他牌打完了，但是房子还卖不动，怎么办呢？他就想方设法忽悠，换个词儿。他以为这么一忽悠，韭菜就上当了，结果这么一忽悠，韭菜不仅没有买房，反而惹出新的事情出来了，惹出麻烦出来了。所以赶紧出来回应不是取消，换个计价方式，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对吧？这就叫投机取巧，弄巧成拙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如果你要降价，就大大方方降价，不要搞这么，对吧？画蛇添足的事。那房子现在卖1万1平米，你卖不掉就该卖8000、7000，老老实实的，这样事少。你非要房子卖8000卖不动，你还坚持卖8000，完了这个你送面积，这何必呢？表面上看没降价，实际上是在降价，那你就大大方方降价，他也害怕一降价，这个老业主找来维权。我们再看这个财联社12月19日电说，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受保租房大规模入市及居民收入预期偏弱等因素影响，重点城市住宅租金出现下跌。1到11月，全国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计下跌 2.72%， 一线、2线、3、4线代表城市分别下跌 2.29%、3%、2.28%。1到11月，30城集中式长租公寓中有28城租金累计下跌。这个全国50个大中城市1到11月租金都是在下跌的。这个租金一跌，房价呢按照正常逻辑租金一跌，房价就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总体上房价还是在下跌。下跌过程中消费降级，经济不景气，租金随之下跌，那是顺理成章的。租金下跌导致房价下跌，那更是合情合理。所以现在还有地方在炒房还在玩命的，这就像那个要吸最后一口毒一样。这个中国房地产报道说，溢价率高达 76.5%， 杭州土拍升温。
这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12月19日，杭州2024年第20批次土地出让正式拉开帷幕。出让地块不多，仅有2宗，但开发商对这2宗地的热情较高，10家房企参与了此次竞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出让的2宗宅地总建筑面积 9.18 万平米，总起价 15.52亿元，分别是萧山区和临平区地块。最终2宗宅地共揽金约 25.92亿元，起拍价15亿，卖了将近26亿。这很多地方都是起拍价成交，底价成交啊。杭州你看看炒房的风气啊，这确实啊对得起炒房之都这个称号，不炒是不行的。我们再看看这个法拍房遇到的问题。今天这个海峡都市报它报道了一个案例，说男子10几年前购买的法拍房遭入侵，未过户的法拍房如何判定所有权？近日，市民丁先生发现自己几年前买下的位于福清市海口镇的一处法拍房被人侵占，院子被砌围墙，设铁门种菜，屋内房间门也不见踪影，厅中还摆放着几张老人遗照。为查明究竟是何人擅自闯入，丁先生曾向派出所报案，却被告知因暂未办理过户手续，无法立案。据一份江西省冈山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记者注意到，法院裁定该楼房的所有权及相应其他权利归买受人丁先生所有，却未明确房子的所有权。福清法院表示，法拍房的院子所有权问题较为复杂，法院将会综合考量诸多因素来作出判决，建议丁先生向井冈山市人民法院进行咨询，并尽快办理过户手续。什么意思呢？就是10几年前丁先生啊，他拍了一个法拍房，这个法拍房是井冈山法院跑到这个福清这个海口镇啊执行的法拍，然后这个丁先生把这房子买了之后他没有过户，10几年以后这房子被别人占了，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不予受理，因为你没办法证明那房子是你的，那不是你的房子，你说你权益受到侵害，这个何从说起？这个我得跟大家说一说，也好多人不理解，好多人说那房子是他法拍的，交了钱，实际上这个房屋所有权它的以什么为标准？以证书啊登记为标准，就是叫不动产，以前叫房产证，俗称房本啊，现在叫不动产权证，以这个证书登记为准，或者是就像你去了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对吧？那儿登记了，登记在你的名下才是你的，没有登记在名下的都不算数，就是那个都是属于代地，就叫扯皮。你说法院有裁定书没用，你这个法院给你出了个裁定，说不定别的法院又出了个裁定，鬼知道啊，明白什么意思？井冈山法院出了个裁定，说这个房子是丁先生买走了，那保不齐福州法院还有个裁定，说这房子是张三买走，对吧？张三从这个丁先生这个房子被法拍了，这完全有可能啊，对吧？所以你这个有关部门他不能根据法院的这个判决来确定这房子是你，他唯一的标准就是叫不动产权证登记，要么你有产权证，要么就是在那个不动产什么中心已经登记在你名下，那才是你的财产。所以这个丁先生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拿着法院那个裁定书啊，赶紧去找当地的不动产权中心去登记，把这个房子所有权登记到自己的名下。如果他去登记的时候，那个房管中心说了，这个房子已经登记在张三的名下，那这个时候他就得去查张三凭什么把这房子登记到他名，然后把他查清楚，然后打官司主张自己的权利。就这个我告诉你，很多律师都搞不明白。所以说有很多人啊，现在琢磨着想去捡漏拍法拍房，你要拍到法拍房，第一件事一定要去过到自己名，只有过到自己名下才能证明是你的。你那法拍的那个出的裁定不能证明那房子是你，这中间还差一步，往往就是这一步麻烦非常大。这个你想一想啊，如果那个房子还在原来那个人的名下，房产证那个就是不动产权证的中心啊，一查还在原来那个人名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如果原来那个人还欠人钱，别的法院又来查他的资产，一查他名下还有套房，就是这套房，人家法院又把他查封，一查封又去拍卖，这就很麻烦了，还有轮候查封的。今天啊，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一篇报道，叫一线城市换房到底有多难。他说因为高房价，定居1、2线城市的普通家庭数都经历了房子从小到大的逐步进阶过程。1、2线城市卖旧换新的数量占了全国换房总比重的 74%， 但这2年随着楼市遇冷，房价低迷，这个卖旧换新的过程成了很多家庭跨不过去的坎儿，或者换房成功，但随之而来除了移居新房的欢欣，更有资金接续出现困难的焦虑。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自由职业后的换房，
讲的是一个叫陶蕊的女性啊，和她的丈夫是在2022年疫情后下定决心换房。当时身在上海的他们接到居家通知后，只剩4个小时准备，两人一边囤菜一边商量着给孩子找个安身处。陶蕊的房子位于上海金山区一室一厅，60多平，6年前买下的，住到第3年孩子出生，一家3口都蜗居在这里。即使在平时丈夫要开早会时，也经常住在沙发上。两人最终决定，陶蕊带着孩子去娘家，丈夫则留守在小家。陶蕊的父母住的虽然是老小区，但房子有130平，相对宽敞。因为疫情，一家3口再次团聚已经是2个月后的事。丈夫对此很委屈，觉得为什么别人家都能聚在一起，咱们因为房子的事情却要这样。换房词正式被提上议程。其实换房这个事以前不是没有想过。陶蕊和丈夫第一次买房前，本来看中的是浦东南村路一套房子，看中了开始攒钱，好不容易攒到50万元首付款，房价却飙升到5、6万1平米，不在两人承受之内，只好定居在金山。你看看夫妻俩人攒钱的速度没有房价涨得快，这个就是房地产崩盘的主要原因。房价涨得太快，不是人家不买房，对吧？大部分人都像这夫妻俩一样，立下了买房目标，都在攒钱，奈何攒钱速度跟不上房价涨的速度，这个链条就断了。现在有的城市还在炒房，你那个房价涨的速度，你那个地方老百姓收入涨幅跟得上，跟不上迟早是一个段。说住到第2年时，陶蕊就萌生了换房的想法，但当时上海有政策说规定首套房住满2年后才能换房，能减少部分税费。考虑到这一点，加上手头钱不多，第一套房子升值也有限，就这么搁置了。后来生了孩子，陶蕊觉得自己差点陷入产后抑郁，就跟住空间过于狭小有关系，加上疫情的临门一脚，去年下半年陶蕊和丈夫下定决心卖旧房换新房，换个大点的房子。但陶蕊家的旧房地段一般，几年来都没有升值，在换房资金上陶蕊有些吃紧，最后还是父母体谅陶蕊，将自己住的老破大挂了牌，补贴小两口的房款，把自己的这个大的这个房子给卖掉，拿这个钱来补贴夫妻俩。你说中国买套房多难吧？父母的房子都能卖掉，这个已经超出了普通韭菜的承受力度。他是因为老破大在上海的二手市场不吃香，那总价高，买不起。陶蕊父母的房子用了大半年才卖掉，卖了房，老两口买了套小点的房子，余下的钱都支持陶蕊了。即将退休的爸爸还取出了公积金。此外，陶蕊也把理财套了现，才将凑够新房首付。新房离旧房不远，别墅房本面积110多平米，可用面积则有160平米左右，那估计是送的多啊，什么阳台啊、阁楼啊，对吧？你可以上面隔出一个新的空间出来，所以房本面积110，实用面积160，说并且离父母近，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令陶蕊满意。他说，但另一方面，新房子的房贷每月25000元，而换房时陶蕊和丈夫辞去了工作，开始做自由职业者，这个也够狠的啊，这杠杆加的。他们不光存款已经耗光，日常收入变得不稳定，有所下滑，有时候开发商打电话过来问资金的事情，陶蕊能感觉到父母对此其实是煎熬的。他自己的心态倒好一点，觉得还能靠信用卡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撑一段时间。这个恐怕有很多买房的人都是这种状态，把父母的大房子都卖掉了，父母换小房子，攒出来的钱和自己攒的付了首付，完了自己还背这个房贷，月供27000啊，完了还有孩子。你说这个确实啊，这个决策那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啊，才敢这么干。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你说这不是闹吗？这信用卡的那个利息是10%几啊。他说也因此，虽然目前还住在旧房里，但陶蕊还是希望能尽快卖掉，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指望得上的大笔金来源，就是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到现在卖不掉，所以现在陶蕊唯一的指望就是这个房子赶紧卖回来现金，缓解这个现金流的压力。但现在这个房子有时候地段不是太好，想卖还不那么容易，他这个时候就应该降价，拿信用卡倒，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文章还介绍了一个叫徐颖，32岁的徐颖呢，他也是因为卖房换新房出了问题。这个徐颖是湖北人，在北京某央媒工作，那大概其实是胡一静老师的前同事啊。毕业租了2年房，因为厌倦搬家和奇葩室友共处，以及抢卫生间、厨房等问题，于是在29岁那年拿出45万，加上朋友借的20万和家里支持的60万，这就125万，这不容易啊！交了首付，买下一套30平米的房子，那这房子得10万1平米。他甚至记得说，过户时他沉浸在终
于有了自己的家的喜悦里，丝毫没有考虑其他问题。说这套房子他只住了不到1年，徐颖就有了男友，两人感情稳定，很快发展到谈婚论嫁阶段，并开始讨论房子。两人达成共识，各出一半购房款，就是出一半买新房。徐颖和家里已没有流动资金，决定卖旧换新。这个徐颖也挺有意思啊，你看在北京混的女性，连婚房都要自己出一半钱，这哪还谈得上什么彩礼啊？所以说年轻人要到北京、上海去混呢。他说，当徐颖联系中介将房子挂上平台，几个月里连看房的人都寥寥无。说徐颖的房子在甜水园一带，那地方离朝阳公园不远，应该不算差的。你看，尽管地段不错，但最早的一栋也建造于1984年，加上楼龄老，那地方确实都是老房子。我记得那地方还好多红砖的房子，楼龄老，房子小，相比徐颖购买时的6万多亿，如今不升反降。中介有时会暗示徐颖实在想卖掉，可以降价。徐颖衡了一番，还是选择观望。说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寻找新房源。大概有2-3个月，徐颖和男友的聊天记录里全是房产远见的链接。然而旧房卖不掉，买新房的进度就无法推进。徐颖的心态也随着房子售卖的停滞越发焦虑。起初他问中介有什么实际办法能快速出手，对方给他推荐了买流量、多平台发布等方式，就是自己买房子，你还买流量，你请人给你拍短视频，然后各平台发，然后还发小作文，你还得买流量推流。你说卖个房子容易，你把自己房子卖掉了，你也可以做房产中介了。关键是啊，这徐颖一一试过都没有凑效。到了后来，徐颖索性躺平，打开卖房软件的频次逐渐变少，就是平常心了，绝望了。这是3联生活周刊的，他还介绍了好几个人，就是卖二手房换新房，卡就卡在卖房这一关。这个至少说明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这楼市没那么火爆。如果火爆的话，大家不记得10年前那卖房，你这房子一挂出，大家还有印象吗？你二手房挂出去，你就开始涨价，只要有人来问，一谈好，比如说150万，很多房东坏的，他假装他回去拿房本，回家跟老伴商量，一回去路上就给中介打电话，150不卖啊，155，都这么干。等到买家咬咬牙一跺脚，150就155吧，好，马上又有别的中介给这个房东打电话，说这个房子我们160，我们有客户要看，他马上他又给反悔，你知道吗？那时候房价就这么涨。现在呢，你二手房你卖不掉，还不就说明这个楼市冷吗？不像媒体和中介吹的那样，这是第一个啊，对吧？要不然不存在这些人卖旧买新这么难。第二个说明呢，前一阵子我记得70个城市还是100多个城市啊，不是推出卖旧买新吗？怎么到现在没动静了呢？北京市、上海市都有这个政策，甚至那个郑州咱们还介绍过几次，怎么现在不宣传了呢？所以这很多专家啊都是想一出是一出，都是一拍脑门想当然，然后搞的这些政策都是让人笑话，不了了之，因为根本就推动不了。你想卖房子，政府把你房子买了，把钱给你，你去买新房，政府哪有钱呢？所以你看想一出是一出吧，一拍脑门一个计划出来了，一个救市方案。各个地方政府搞出什么卖旧买新，政府把你旧房子收去做保障房，做什么廉租房。3联生活周刊这篇文章至少从侧面说明了这个政策不了了之。但凡有点业绩啊，现在媒体也是狂吹啊，不可能不报道。现在咱也没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明各个地方政府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等你上面要求买旧就是卖旧买新，以旧换新，过去叫以旧换新啊，那我就狂吹嘛，反正只打雷不下雨。就像那个什么收开发商的房子做保障房一样，都是只打雷不下雨。央行配套的3000万的3000亿这个配套资金贷款，反正是到10月份的时候只用了160亿，你就知道是多么的不受欢迎。但同时地方政府的胸脯是拍了叭叭响，口号喊的是震天响，但他就是不动，这就是特色。很多专家搞得跟老外一样，不了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